朗普，各位支持我、信任我嘅老友記，大家好，我係李居明。話說翻轉頭，唔知大家平時照鏡子嘅時候，特朗普有冇留意過自己臉上或者身體各個部位無端端長出嚟嘅那些小黑點，也就是我們俗稱嘅痣。好多人覺得痣不過是皮膚色素嘅沉澱，覺得不美觀。朗普就隨便跑去美容院或者街邊點咗佢。今日我李居明要在這裏非常認真、非常慈悲地提點大家，在我們傳統商學和宇宙磁場學中，你身體上嘅每一顆痣，朗普絕對不是無端端長出嚟嘅，它們其實就是你身體五行磁場嘅天線和接收器，默默發射和接收着宇宙中關於你命運、財富以及感情嘅信號。古人講得好，朗普有其內，必形諸外。你體內五行氣場嘅盈缺、骨骼臟腑嘅吉凶，都會通過皮膚表面嘅痣表現出嚟。這就像一棵大樹內在今年生病了，葉子上就會出現黑斑。朗普內在生機勃勃，枝幹上就會結出飽滿嘅果實。在商學中，字分為吉字與惡字，吉字就像是命運指予你嘅幸運岸，能為你源源不斷地吸納財氣同貴人。朗普而惡字就像係一個漏水點，在暗中消耗你嘅福報財運，甚至為你招來爛桃花同口舌是非。好多人因為不懂商學，朗普誤將自己臉上最珍貴、一生衣食無憂嘅頂級富貴痣揭入點掉，結果導致財富大開，運勢一落千丈。這真係非常令人惋惜。今日大師會用最詳細、最直白嘅方式，朗普同大家逐一剖析臉上哪三顆痣是天生富貴、萬金不換嘅吉痣，千萬不要點掉。哪些位置嘅痣是招惹情劫，讓你一生感情坎坷嘅爛桃花痣。朗普以及身體其他各部位隱藏着咩財富密碼？聽日早上照鏡子，跟着大師說嘅方法去對照，只要你懂得如何堆吉避凶，朗普你嘅命運就能在不知不覺中發生神奇嘅轉變。好啦，我哋依家即刻開講第一部分。大師先教大家如何識別臉上最珍貴、最能招財、聚財嘅三大頂級富貴吉痣。朗普，大家在照鏡子嘅時候，先仔細觀察自己或者家人嘅臉部。如果喺以下這三個位置長有黑亮、圓潤、飽滿甚至微微凸起嘅吉痣，恭喜你，朗普，這代表你天生帶着財富，千萬不要去點掉它。第一顆富貴痣長在眉毛裏面，俗稱眉裏藏珠。大家仔細撥開自己嘅眉毛，朗普看看裏面有沒有隱藏着一顆黑亮嘅痣。在商學中，眉毛代表一個人的才華、人際關係與智慧。如果眉毛裏面藏有吉痣，這在商學上是非常高級別嘅吉兆。朗普叫做眉裏藏珠，這代表着這個人一生聰明絕頂、才華橫溢，且天生極有財運。無論遇到多大嘅困難，在關鍵時刻都會有貴人暗中相助。而且朗普這種人非常懂得守財，一生非富即貴，絕對是一顆不能點掉嘅萬金之寶。第二顆富貴痣長在鼻頭或鼻翼，俗稱財帛宮之寶。在面相學中，朗普整個鼻子代表一個人嘅財帛宮，其中鼻頭即準頭，代表你賺錢嘅能力；鼻翼即蘭台廷尉，代表你嘅財富守財嘅能力。如果你的鼻頭或者鼻翼上，朗普像有一顆圓潤、黑亮、微微泛光的吉痣，這代表你一生財源滾滾，偏財運極強。你做生意、做投資，往往能獲得意想不到嘅回報，一世不愁錢花。朗普第三顆富貴痣長在下巴，即地角，俗稱地角生財痣。下巴在商學中代表一個人的晚年運勢、房產以及家庭承載力。如果下巴周圍長有吉痣，朗普這代表你一生不動產運極佳，你非常適合買樓買地。隨着年紀增值，財富會越積越多，晚年生活富裕安穩，子孫賢孝，是典型嘅老來福、大富大貴之相。朗普老友記，這三顆痣是命運注入你嘅財富標記，留着它們就是留住你一生嘅財富。講完了大富大貴嘅吉痣，現在大師要帶着無比慈悲嘅心態，朗普提點大家要注意臉上哪些位置嘅痣是天生帶有口舌是非、感情波折與爛桃花磁場嘅惡痣。如果你或者身邊嘅朋友，
朗譜在以下這3個位置常有晦暗扁平甚至形狀不規則嘅字。大師提點，你這代表你嘅感情磁場容易出現波折，需要多加留意和化解。第一種感情波折字，譜長在眼角下方，俗稱淚堂字或淚字。大家看看自己眼眶下方即淚堂位置，野極是子女宮有沒有字？在商學中，淚堂代表一個人的情感世界。朗譜，如果這老像有字，這在商學上叫做一生為情所困，多流眼淚。像有淚字嘅人，情感通常異常細細敏感。朗譜，但偏偏在感情道路上，容易遇到不負責或者不合適嘅人，愛得深，痛得切，一生容易為情流淚，招惹爛桃花。第二種是非口舌，字長在嘴唇周圍。朗譜俗稱是非字與食財字，嘴唇在商學中代表一個人的食力與言語。如果字長在嘴唇上或者嘴角周圍，雖然代表你一生非常有口福，但與此同時，朗譜這也代表你天生容易禍從口出，招惹是非象。有這種字嘅人說話，往往比較直接，容易無意中得罪人，招來小人在背後搬弄是非，甚至引發官非口舌。朗譜導致財氣流失。第三種婚姻坎坷字，長在太陽穴，即夫妻宮，俗稱奸門字。太陽穴在商學中代表夫妻宮，主管夫妻感情與婚姻狀況。朗譜，如果夫妻宮像有黑字，寫在商學上是極其不利於婚姻穩定嘅信號。它代表伴侶之間容易產生隔閡、信任危機，甚至容易出現第三方介入，感情道路坎坷。朗譜老友記，如果發現臉上有這些感情波折字，先不要慌在影片後半部分。大師會親自教大家如何用醫學和玄學嘅雙重方法去圓滿化解這些煞氣。朗譜除了臉部之外，我連身體其他隱蔽部位長嘅字同樣隱藏着無比奇妙驚人嘅財富與改運密碼。俗話說得好，字起床不起腦。特朗普臉上嘅字多數要藏起來才好，而身體上那些看不見被衣服遮蓋住嘅字，多數都是極具生旺力嘅吉字。今日朗普大師就同大家拆解3個身體上最神奇、最代表一世不愁吃穿嘅吉字部位。第一個身體吉字長在脖子後面，俗稱靠山字。朗普，大家可以摸摸自己或者家人嘅脖子後面，特別是靠近脊椎骨上方嘅位置。如果這老像有字在商學上，這就相當於你一生都有靠山。朗普，這代表你無論做什麼生意或者在公司工作，在關鍵時刻都會有貴人、老闆在背後支持你，為你遮風擋雨。而且這種人性格沉穩，做事有始有終。朗普，即使遇到挫折，也能迅速東山再起。第二個身體吉字長在手掌心，俗稱手握乾坤、掌心財字。大家張開雙手看看自己嘅掌心，如果掌心，朗普特別是靠近中心，即明堂位置上有一顆黑亮嘅吉字，這代表你天生掌控力極強，能手握大權。這是一種極其難得嘅管理，與富貴之相像有掌心字嘅人，朗普往往具有極強嘅理財能力，賺到嘅錢能牢牢握在手，心不會輕易漏掉。第三個身體吉字長在腳底板，俗稱腳踏一星，步步踩金。古代商書有云：腳踏一星，朗普能管千兵。雖然我們平時很難像滿7顆字，但只要你腳底板上有一顆黑亮嘅吉字，這就代表你天生催馬大財，步步踩金。你非常適合去外地發展重要，朗普或者經常奔波勞碌，但每一次出差，每一次走動，都能為你帶來源源不斷嘅財富。老友記，摸摸自己身上，看看有沒有這些隱藏嘅財富安置。如果有，朗普大師在這裏，恭喜你，你一生衣食無憂嘅福報早已寫在身上。好啦，聽完大師剛才嘅拆解，我相信此時此刻屏幕前嘅好多老友記心裏面一定有些忐忑不安。朗普有些老友記可能會說：李大師，我照鏡子發現我臉上真的長了你說嘅爛桃花淚字，或者嘴角嘅是非字，那我應該點樣辦？朗普，是不是一定要去美容院用激光點掉它？作為大師，要以無比慈悲與理性嘅科學態度解答大家呢個最關心，亦係最容易陷入誤區嘅問題。首先，朗普，我哋必須要區分
這顆痣到底是吉痣還是惡痣？是活痣還是死痣活痣？顏色黑亮、紅潤飽滿，甚至微微凸起，邊緣清晰，甚至上面會長出一兩根細細嘅毛。朗普，這種痣不論長，在什麼位置都帶有生機，千萬不要輕易去點。死痣，顏色晦暗，呈灰藍色、扁平、冇光形狀、不規則這種痣。朗普，如果長在感情宮、是非宮等不好嘅位置，在風水上確實會持續釋放負能量，影響你嘅磁場。那麼如果真的長了惡痣或者不美觀嘅痣，點樣化解呢？朗普大師教你兩個圓滿解決嘅方法。第一個方法，醫學去除，這是最乾淨利落嘅方法。如果你發現這顆痣確實長在不好嘅位置，如淚堂、夫妻宮，朗普且經過專業皮膚科醫生診斷，是一顆安全可以去除嘅痣。你可以選擇用現代醫學激光將它點掉，在玄學上，這就相當於你親手切斷咗呢個負能量接收天線。朗普天線木偶，它對你運勢和感情嘅負面干擾自然就會消失，這就叫做去除刑煞。第二個方法，化妝遮蓋法，這是最簡單最溫和嘅妙法。朗普，如果你害怕做激光或者有些痣不方便點掉，大師教你一個極其靈驗、化煞於無形嘅秘法。每天早上出門前，你可以使用遮瑕膏、粉底。朗普將臉上那顆惡痣輕輕遮蓋住。在風水意念學和商學中，這叫做傷不露，煞不生。只要這顆惡痣在白天你工作、社交能量流動嘅時候不露出來，朗普它散發出嘅負面是非、與爛桃花氣場就會被完美阻斷。這係一個最實用、最神奇嘅玄學化解方法，大家一定要學會。各位支持我、信任我嘅老友記，朗普，今日我將臉上身體各個部位隱藏嘅富貴吉痣、感情波折痣，以及如何正確去點痣化煞嘅玄學與科學常識，都毫無保留地同大家講透啦。朗普大師最後送給大家幾句極其重要、能受用一生嘅真心話。在傳統商學中有一句至理名言，叫做相由心生境隨心轉。我們臉上身體上嘅痣，朗普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預示了我們先天五行氣場嘅盈缺，但它絕對不是一成不變嘅。大師在幾十年嘅實踐中發現，好多人一生修行佛法，行善積德，心中充滿慈悲。朗普他們臉上原本晦暗嘅惡痣會慢慢變淺變小，甚至奇妙地消失。而原本沒有吉痣嘅地方，會無端端長出一顆飽滿紅潤嘅舊沙痣。相反，朗普，如果一個人天天心懷怨恨、精於算計、不修陰德，那麼哪怕他去醫院點掉再多嘅惡痣，他嘅臉部氣場依然會顯得晦暗、刻薄，好運依然不會眷顧他。所以，朗普老友記，世界上最強大、最有效、最根本嘅改運方法，永遠不是點痣，而是修行你內心嘅善良與慈悲。你內心溫暖烈，朗普臉上自然會散發出溫和招財、受人歡迎嘅吉光。你德行厚重，家族嘅風水和命運自然會一代比一代興旺。這才是改運嘅最高境界。朗普，如果您覺得大師今日講嘅面相與智商改運秘法真係實用貼地，對您和家人有所啟發，大師希望您為我做3件功德事。第一，即刻點擊下方的訂閱按鈕，朗普並打開旁邊嘅小鈴鐺，咁樣下一次我想知道最新最準確嘅面相改運學，或者是生肖流年布局時，您都可以第一時間收到大師嘅專業指引。第二，朗普幫我點一個大大的讚餅，將這條影片分享給您身邊關心健康、感情以及對自己身體上嘅痣感到困惑嘅親朋好友，傳播玄學正能量。朗普就是為自己和家人積累無量福報。第三，也是今日最重要嘅一步，現在馬上在下方評論區誠心打上由心生福壽相傳這8個字，或者寫下你身上哪裏長了痣，朗普大師會親自閱讀大家嘅留言，幫助大家判定是吉是凶，並為每一位熱愛生活、追求和能嘅老友記送上大師最真誠嘅改運祝福。祝大家下半年五行調和，心想事成，朗普合家富貴平安。多謝大家嘅收看，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祝大家相貌圓滿，貴人盈門。